过来学食槟榔的人是真多，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定专法来管制。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，今年底就来一个槟榔专法的草案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喙腔癌伫台湾10大癌症内底排第6名。这几年的死亡人数是逐年增加。咧109年，因为喙腔癌死亡的有3380人，到112年增加到3610人。民间团体希望各县市加强推动健康关键宣导，嘛强调爱设立专法管制。过去国民健康署在负责这个业务的时候，就提出10个口腔癌，9个嚼槟榔，这是基于研究的基础，所以我们才把槟榔作为一个防治的对象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用专法去管理。会着喙腔癌，其中一个真接看到的原因，就是补槟榔。台湾槟癌防治联盟自99年针对全台湾做喙腔癌的防治力调查，发现一寡限制咧防治的工课上有特别下功夫。亲像台中市就有特别伫工地推动禁烟、禁槟榔的工地契约，嘛甲都发局等部门合作加强沟通，达成预防追踪的效果，提升民众对槟榔危害健康的认知。有这样的跨局处的合作，然后我们在推动上面就变得更容易一点，然后工地就会主动跟卫生局联络，然后安排筛检跟宣导，还有就是我们还会另外提供戒槟收案的服务。这样，槟榔专法并不是要禁止大家贩卖槟榔，或者是大家生产槟榔，因为我们聚焦的是在槟榔健康危害，所以我们的方向大概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健康的保护。还有，我们希望能够有规范一些禁止嚼槟榔的场所。卫福部也强调，针对喙腔癌的防治，以后会扩大体检甲宣导，希望未来会使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来做精准的体检。另外，针对设立槟榔防治专法，卫福部是表示，目前已经咧规划相关法案的讨论，希望会当赶伫年底进行有个专案的内容，未来顺利上新立法院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